有啥个文学读互你听？这边要甲大家分享《孤神要出嫁》。《孤神要出嫁》第8集。甲阿成约好休困日，就先处理灵境藏的孤神。这应该比寿米啊嫁香的那迄件代志比较单纯，嘛较简单。而且阿成讲，即阵有窗仔拄好出世，处理起来当着时。做轮进前，天父交代艾米替伊扎一束衫裤，若垃圾去，就有穿起衫通换。鱼仔听着嘛缀咧扎，伊真惊大人会摕衫裤的拍乌器来做借口，无爱互伊插一骹。衫裤放好，佮甲迄本对图书馆借来的册写入去牌仔内底，通解说互阿嬷听。转来到厝咧，阿成已经到位啊。阿成，你煞比我较大声到哦。天父甲物件赶入去客厅，看到阿成当咧啉茶。阿成讲：“哥哥，你慢慢仔来，我早起来惯势啊。阮爸较晚嘛会落来，叫咱先开始。”艾米在你后壁行入来讲：“阿姑哪会使无来做指挥官咧？”对鱼仔来讲，孤神的工课伊较无兴趣，尤其若是想起孤神生做遐歹遐歹看，更加讨厌。毋过这是关系到灵境藏的健康，上界重要的是后摆若要阁食灵境，就爱先甲孤神杀掉。伊又阁想到阿小妈见讲，就讲伊梦见寿米阿哥坐踮灵境藏骹，这敢若亲像舅公讲的，茫项代志拢有伊的线头。敢讲孤神就是线头？伊甲牌仔囥咧，赶紧行对后尾门，出去就看到一大堆人。黄婆、金婆甲职工规日拢围伫阿成的身躯边，看伊咧拉药水、田鸡丝。阿成雄雄看遮济，亲情五杂，因为毋是真熟悉，煞留啊歹势。加在这是伊的专科，甲大家当作是伊做助教教的学生，就袂遐尔紧张。爬上茶腿顶悬，叫天父甲加树尾的剪仔摕互伊，慢慢将孤神生较高、较严重的树尾加落来。爬悬爬低哪顺哪加，恐惊无注意，倒位互落沟去。天父踮下底，甲加落来树尾翘做规堆，放伫较开阔的所在。艾米嘛摕一支扫帚，甲四界落落来的树叶仔扫清清咧。阿姐，等下咱要安怎掠即堆加落来孤神呢？目睭看起来真恐怖。鱼仔那抬头看阿成甲树尾，又那探头看迄堆孤神，较想嘛想无妨。银琴金婆讲：“你毋知影哦，等下爱用焊夹石，佮用恁阿嬷叶猪毛的叶仔，甲汤掠出来。”伊看鱼仔那听那害头。煞咧，佮讲，因为你爱食灵境，所以一定爱家己动骹手。无要紧啊，阮逐个拢会甲你斗相共。鱼仔行到面仔青顺顺，目屎含咧，回头看艾米。伊看艾米扫帚边捏咧，毋敢笑出声，就知影又阁去互金婆仔创治啊。这时，舅公嘛到位啊，看众人咧笑鱼仔，赶紧甲伊牵我来身躯边，讲：“无要紧，到时阵你再看舅公安怎处理。戆囡仔，莫吼。”鱼仔无意行去枯木边啊，一时仔嘛感觉家己真好笑，目屎揤揤的，又阁行倒转来，讲：“舅公，咱今仔日就会当甲孤神掠完吗？”
毋是啦，我是讲，就有法度甲龟神处理掉无？舅公讲，有舅公，有恁阿成阿叔，甲恁爸爸遐定济骹手，一定无问题。舅公甲家己袋仔囥咧，行过树仔骹，看阿成的进度。龟神生较高的树尾差不多拢割落来啊，连树仔尾连起的叶仔嘛拢同齐修剪落来。这2丛灵应，即阵看起来加加清爽。阿成讲：爸，咱等下先接话好无？迄堆龟神听候下晡大家去休困的时阵才来烧，较袂火昏四界清，用着亲家阿姆阿进面。阿成看遮的亲情拢有火头，尤其是亲家大姆，讲煞甲篷布剃开，嵌伫伊堆生龟神的树尾面顶，手头挽起来洗手啉茶。大姆无讲。少年老师，你免烦恼阮遮的老伙仔啦，你做你的工课，阮要入来内底煮豆。今仔日侪人好食面，我来煮一点米粉哦。大姆无讲煞，回头行入去灶骹，有东西仔斗骹手，无偌久就渐渐有香味对灶骹走出来啊。舅公看修剪的工课已经做一坎站，就甲工作药大合点裤头，对家己摕仔摕一杯水目放入去袋仔内底，一暗一暗豆豆仔爬去插腿顶悬，先用接个刀将灵应丛要接话的所在对中拉开，甲水目塞入去中，然后用会当自然化掉的专用黏布固定。一画接好，换接迄画，无偌久，树仔顶就垫诚济黏布。只是天父也甲篷布收起来啊。对灶骹引火到迄堆割落来的树尾，起头先雾一撮白烟，但烟愈冲愈高，火就倒起来啊。下暝看火愈烧愈旺，才甲落落来的火甲冷气的叶仔同齐不入去火堆内底。阿成看鱼仔喙开开，看甲神神神，人旁行过去扶踮伊的边仔讲：咱即马爱甲迄堆生龟神的树尾烧掉，才袂互幼虫仔有机会搁四界飞、四界探。另外，舅公将健康的水目接踮这2丛灵境面顶，2年过，你就有灵境通食啊！还阁有迄罐药啊，只要7天喷一摆。就会当防止龟神去飞来。阿姐，舅公那亲像有法师的接骨仙呢。伫鱼仔看来，只是红蓬蓬的菜园仔，反然是茫茫渺渺的仙境。灵境丛是仙境种的树仔，舅公是花神，迄位摕扫帚的仙女妈妈，当咧云顶爬船啊。阿成阁讲，做事人诚巧对无？即款做法号做接话嫁接。阿成用手机踮涂骹写嫁接2字互鱼仔看，经过嫁接，毋但会当救破病的树仔，更加会使改良树仔掺果子的品种。嫁接接话，嫁接接话。鱼仔决定后礼拜一一定要讲互张俊廷听，互伊心神。忽然间，一阵光热仔风，甲下面hiện踮火堆面顶也未冷去的大红花架起来啊！一蕊、2蕊、3蕊，带着火势啊，愈飞愈悬，愈飞愈悬，飞到碰着灵境丛，才停落来。阿嬷，你紧来看！鱼仔雄大声休对灶骹，大姆婆甲2个金婆仔嘛拢带一条，前后走出来，看外口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，互鱼仔发甲遐尔大声。
阿小妈对鱼仔手机的方向一看，看到一蕊大红花倒卡伫连景树尾。鱼仔讲：阿嬷，你看，你讲的红色仔茎飞起来倒火。梦雾中，连景丛倒火，大红花，眼前的一切，就亲像阿小妈梦中所看到的。鱼仔讲：阿嬷，我已经知影你的迷茫是啥物意思啊！鱼仔袂输参加幼儿车比赛得到世界冠军同款，欢喜甲世界丢来丢去。阿小妈更加欢喜，迄粒缀咧心肝头的大粒石头，1万年啊嘛缀咧烧了了啊！甲天父讲，原来恁小妹是咧替林景藏出声，毋是伊想要嫁翁啦。我着想伊的个性应该，话讲到遮，剩咧囥伫心肝内，安尼就好啊。嫁接接话，嫁接接话，鱼仔佫念一摆。伊讲：我阿姑真正足巧诶，提起咱爱甲旧神烧掉，接话新诶树话。毋过，顿底一个，甲伊甲喙齿诶话又佫吞落去脑后底。倒转去诶路啊，艾米外头问坐点后座诶鱼仔讲：头拄仔无讲煞，即马敢会使讲互我听？无啦，鱼仔丢一个，歹仔拍开，甲迄本图书馆借来册抽出来，讲：只是讲，我阿姑若无要嫁翁，安尼我就无新诶姑丈，嘛无活诶阿姑啊。听查某囝讲煞，天父甲艾米笑甲不倒肠仔拢疼起来啊！故事要出嫁，专门结束，感谢你的收听。